你哦。对无唔对？你唔通甲我珍珠看做鸟车赛，啊无说伫我后你好看。哎呦，我够惊的啦！哦。欢迎收看《台语真认真愈讲愈认真》。大家好，queen边。大家好，我华视在地新闻的记者分酸。唉，咱的三级警戒吼，要延到7月22号啊。就想要出去耍的。咱本来伫7月12号的时阵，就当解除这个三级警戒。结果搁爱继续等，搁爱等2礼拜，这就互我想到过去出去耍的代志。就是进前有一摆，我甲我的朋友大海同学做伙去迄情景农场。我甲你讲，就是阮迄当时啊，就挑工伫暗时12点的时阵，去打。无对，一定爱去的。阮就想讲，大家就是挑工要伫这个时阵，就是出去野游安尼。对，结果大家就安尼挑工，搁无爱开迄手电啊。无开手电啊，你惊死人啊！真的啊，就暗暝蒙啊，你就知影迄情景农场内底足恐怖的。叫阮就安尼行。你讲到这，我真正规个有一点我起价无配，毋知是冷气伤冷还是？可能是我讲较伤惊遐。哦，遮恐怖。对，我甲你讲，迄当时啊，阮就想讲，奇怪，是安怎我迄个同学就是伊种鸟车打的，伊拢唔敢去，结果阮搁甲笑。结果你敢知影，阮就暗暝蒙行，结果行到一个所在，雄雄就感觉有一个生物敢若伫附近。对，我就想讲，敢会是真正魔神啊袂出现啊？用我的命来。好啦，对呢。结果你敢知影是安怎？是安怎？拄到一只狗啊，雄雄冲出来，然后一直吠。一直甲恁吠。对，阮大家雄雄拢惊着，而且你敢知影？这种患难见真情，你这个时阵就看袂到啊。真的，我甲你讲。潘美辰有一条歌叫做《我可以为你挡死》，吼，我迄个时阵真正上杀出去，我可以为你挡狗啊！所以你的同学真无感情的，甲你杀出去挡只狗啊？无唔对。哎呦，真正是有够恐怖。安到最后敢是好朋友？今摆又有联络。今摆又有联络。对啦。外到这唔免联络啊。对啊。我跟你讲吼，我实在是想无到吼，恁遐尼无胆。啊是我吼，我是感觉吼，你一骹就通甲伊撞落去啊！你只狗啊撞甲伊密毛毛。你莫定久笑鼻无尾，你头拄仔定惊着我要行入去迄情景农场的时阵，你就起价无赔啊！嘿，我甲你讲，真正是人讲掠鱼掠虎，唔通掠着车查某。你哦。对无唔对？你唔通甲我珍珠看做鸟车赛，啊无说伫我后你好看。哎呦，我够惊的啦！哦，也毋过吼，我跟你讲，咱较拄啊讲到足侪的事，内底拢有一寡动物。对，比如讲鸟鼠啊，佮有起价无赔，久笑鼻无尾，掠熊掠虎，唔通掠着车查某。这是今日咱要讲的，其实吼，咱较多讲到鸟鼠啊，这样子，其实足侪俗语内底啊，拢有足侪拢是会讲到动物有关系。是啊，第一个一开始咱先来讲鸟鼠啊，这个，因为较多讲到这个鸟鼠啊，譬如讲，咱较多讲到鸟鼠啊打嘛。对，讲到这就互我想到饲鸟鼠夹布袋。饲鸟鼠夹布袋，这大家拢定定咧听到这个词。饲鸟鼠夹布袋吼，就是讲你是一个小猪啊，到最后变成一个背骨啊，啊，后壁甲你嘟安尼。安尼后礼拜无人会使主持啊？是安尼哦，迄真好个人的秀啊。个人展现的秀。是啦，啊，佮另外一个就是鸟鼠食油，眼睛光。这意思是讲吼，一只鸟鼠啊，伊看一个油灯有啊，伊就冲过去紧去食遐内底油。伊若看到眼睛的物件，无看到后壁的物件。哦，我知影意思。啊，无瞻前顾后。对，思考无够周全。啊，佮另外一个就是讲吼，咱有另外一句吉古拉话。观察底的鸟鼠，我刚才知影观察棒真好食。观察底鸟鼠就是讲叉死人。叉死人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，够原来有理呢。因为伊观察内底底嘛，是死人嘛。观察底的鸟鼠，伫遐叽的时候，伊就讲吼，观察底的鸟鼠叉死人。伊其实毋是讲伊咧叉死人，因为死人袂互叉着嘛，对，所以就变成讲伊是叉活人的意思，就是鸟鼠啊叉死人的意思。以前吼，咱看着鸟鼠后，就感觉伊是一个做泰哥啊，对，真的。所以伫做在台语的俗语内底吼，鸟鼠啊拢是较负面的一寡词。
毋过敢有啥物是较正面的？较正面淡薄的，咱就来讲到另外一个动物好啊，就是牛。牛甘愿做牛，毋惊无犁通拖。这就是有正面的。真的。就是讲吼，你只要愿意做迄个工课，你愿意认真做、拍拼做，哎呀，毋惊无工课通好做。所以牛真正是较正面的意思。较淡薄仔正面，又过有负面的意思。譬如讲吼，牛行到北京，嘛是牛。哦，绝对毋是讲我这种人。哦，就是我这种人。无啦，讲甲牛遮的时阵，佫有另外一个动物。较蛮皮。蛮皮，对，伊较蛮皮。敢是狗？对，就是狗。因为我进前常常讲，毋食狗，狗死囡仔。狗囡仔，我自细汉到大汉哦，毋捌互形容过的狗。真的假的？你真乖哦。我是乖乖。黑白天。啊，真的啦，我讲，咱头拄讲了，鸟鼠啊，牛，啊，佫有狗，即摆佫有一个马。马，马的俗语就譬如讲有勇勇马，白伫将军跳，走真紧的马，也毋过吼，伊竟然吼白伫一个条仔顶悬，就是讲吼，这只马是一个人才，也毋过吼，伊煞红白伫个条仔顶悬，就是讲人才伊无法度发挥伊的才调。是，啊，佫有另外一个就是徛关山。看马烧炭，意思是讲吼，你伫隔岸观火。这我毋是第一道听过呢。哦，真的哦。是啊，咱今仔日讲，像咱今仔日讲遮尔济吼，动物的俗语吼，真正是有够济。咱以后吼，有搁较济时间吼，咱就会当来讲遮的俗语。是啊。而且佫会使讲到较济的故事，或者是俗语。是啊，好啊，后会这个时间继续收看咱的台语真认真，拜拜。观察坊真好食，台南观察坊吼，其实吼大部分拢是老人较爱食啦。所以我敢是老人。你可能是较介意食迄种较迄种味较无遐尼刺激的。较有古早味的。是。